来关心，今仔早起8:18，伫咧台东有发生规模5.2的浅层地震，深度敢若6.5公里，包括台东市卑南乡，也有屏东的马家乡，这震度拢有到4级。气象署表示，这件是另外独立的一层地震，甲前几工家己大埔的地震无牵连。未来1、2礼拜，有关是爱注意可能会发生地震尾。饭店的监视器对着卑南乡的美景，熊熊之间镜头强烈摇超过10秒钟。镜头搁来到卖场，离收钱的柜台，消费者咧揭晓。忽然间，一阵天摇地动，惊到在场所有的人。下早8:18，台东市发生规模5.2的有感地动，深度等有6.5公里。卖场的人讲，摇了有够厉害。晃一下很厉害啊！它有稍微这样子震一下，然后就开始剧烈的摇晃这样子。哦，对啊，然后大家连同客人都叫了一声这样。火架顶头较轻的花盆啊，红摇到落落，搁有起哥漱口水嘛落伫涂骹，仲有液体管啊嘛摔破啊。内底有物件落是破去，根据气象署资料，台东卑南、台东市连同屏东马家上大震度来到4级，当然这几工摇袂停的台南市甲家己大埔嘛有2级的震度。不过气象署表示，这个地震是独立事件，属于一个独立的地震，就是跟那个大埔地震是没有关联的。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碰撞造成的。刷下来，下早9:25，台东卑南阁发生规模4.7、深度等有5.4公里的地震，当地震度来到4级。有关家己大埔连续摇，气象署表示余震有咧减少当中。25号的时候数量有稍微多一点，那看起来还是有在逐日递减。气象署表示，为21号发生大埔主震了后，后续监测到119届有感地震，其中明显有感的地震是33届。会知影主震南平有个摇几届，研判即到2礼拜之内，嘛是有较大规模地震发生机会。公司新闻台北、台东综合报道。